大家好呀，歡迎又入到嚟 Carmen 廚房啦。相信我哋每一個人最掛心嘅就係屋企人嘅身體健康。我哋平日買餸準備三餐，都希望為家人預備最營養、最安心嘅每一餐。平時選購煮食油嘅時候，市場上面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好多朋友有時會因為特價或者推薦就帶返屋企食用。其實食用油係我哋每日飲食之中接觸十分多嘅食材，揀選合適嘅食油，對於家人長遠嘅心血管健康有非常重要嘅影響。今日誠意同大家分享一款來自西班牙、獲得國際高度評價嘅特級初榨有機橄欖油 Almazas de la Sabatica。平時收到好多朋友問手中嘅橄欖油好唔好？其實點揀一支好嘅橄欖油呢？跟住就同大家分享下啦。呢支油出自西班牙安達盧西亞 Córdoba 一間擁有超過60年歷史嘅油莊 Almazas de la Sabatica。整片橄欖園就位於 Sierra Sabaticas 國家自然保護區之內，當地水土純正，日照充足，為橄欖果提供理想嘅生長環境。油莊一直恪守一套十分嚴格嘅生產標準。第一，橄欖果採摘完成之後24小時以內完成壓榨，盡可能保留果實原生嘅香氣同營養。第二，全程執行歐盟法規低溫冷壓規範，壓榨溫度維持27度以下，不做化學精煉，亦唔加入任何人工成分。就算會令產量有所降低，都要守好油品嘅品質。第三，喺國際權威 WBOO 全球橄欖油評選之中，油莊長年位列全球最佳油莊前3名，得到世界各地專業人士嘅認可。大家可以睇下手上呢支500毫升嘅橄欖油，它取得歐盟 CAAE 嘅有機認證，由栽種、土壤護理到採收、壓榨整個流程，唔使用農藥同化學肥料，每一滴油都係為咗家人食用安全把關。油莊嘅調配大師將 Picuda、Picul、Hojiblanca 3個優質橄欖品種做黃金配比，融合不同品種嘅特質。Picuda 帶出青蘋果同香蕉嘅清雅果香， Hojiblanca 有新鮮青草同蔬菜嘅氣息， Picuda 就帶來豐富天然抗氧化物，賦予油質更穩定嘅屬性，以及微甘細緻嘅尾韻。打開樽蓋，可以聞到清新自然嘅果香，入口順滑，帶有輕微溫和嘅辛辣感。呢個正係油內橄欖多酚含量豐富嘅特質。營養層面嚟講，呢款橄欖油含有高達77%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酸，適量食用有助維持血管彈性，對血脂管理帶來正面幫助，守護家人嘅心血管狀態。油品內亦蘊含大量橄欖多酚同維他命 E， 提供充足嘅抗氧化保護。不少朋友會覺得橄欖油只適合製作西式沙律，但其實它好適合我哋屋企廣式煮食場景。蒸魚完成之當熟油淋上去，白灼蔬菜又可隔水後淋啲上去，就連湯粉都可以落啲。一來可以增加食物美味口感，更加可以將脂溶性維他命同埋營養成分翻倍增加。正所謂唔係要食得多，而係要食得啱啊！佢嘅煙點大約介乎190-210攝氏度，屋企日常中溫小炒、輕煎表現都十分穩定。市面上好多獲獎嘅歐洲原裝有機橄欖油，透過大型超市零售通路發售，定價一般會比較高。背後嘅原因係零售通路會產生上架費、宣傳推廣以及各層中間營運嘅開支，呢啲成本最終都會反映喺售價之上。我哋嘅經營理念就係希望將優質產品直接送到注重家人健康嘅朋友手上。我哋唔安排產品進入大型超市，避開高昂嘅上架費，亦唔投入大規模廣告宣傳，減去相關營銷支出，直接由西班牙原廠進口，省去多餘嘅中間環節，節省下來嘅成本就轉化為實惠嘅售價，令大家無需為額外商業開支付費，每一分消費都用於油品本身嘅品質，將健康帶返屋企餐桌，
健康係我哋送俾家人最寶貴嘅禮物。有時只需要喺日常飲食作出少許調整，轉用一款優質嘅主食油，就可以為家人嘅健康增添多一重守護。呢款 Amasaras de la Sabatica 西班牙特級初榨有機橄欖油，具備國際認可嘅品質，亦適合我哋本地家庭嘅飲食習慣。今次嘅供應數量有限，歡迎大家親自感受下它嘅香氣同品質，為屋企人揀選一份安心嘅選擇。我卡文下次再同大家分享西班牙食好西，再見。